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香港山遊。今日嘅山遊行程大約9公里，花咗大概3小時。由荔枝莊出發，終點係海峽。呢條路線主要沿住崎嶇不平、未經修建嘅山徑攀登擔柴山，沿途可以飽覽馬鞍山、吐露港、蚺蛇尖同埋海峽嘅壯麗景色。去荔枝莊嘅船程更是一大亮點，適逢清晨霧氣彌漫，令八仙嶺同埋馬鞍山嘅景色格外迷人。從大學地鐵站步行約10分鐘，即可到達馬料水碼頭。每天早上只有一班渡輪前往荔枝莊。微風習習，令人神清氣爽啊！船後正有一群海鷗在遠處追逐海浪。今日早晨霧氣彌漫，真係美不勝收啊！八仙嶺宛如仙境，名副其實。馬鞍山亦都格外迷人，點可以唔打個卡呢？一落船就感受到一份寧靜啦。新碼頭真係唔錯，一個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就坐落沿海岸線。1億多年前嘅火山爆發，形成咗呢一片層理清晰、厚薄不一、顏色各異嘅火山沉積岩。起行啦！沿住呢條風景優美嘅海岸線走幾分鐘，我哋會經過荔枝莊村。感覺村屋喺我哋上次嚟過之後裝修過。到啦，我哋就喺呢度轉上呢條崎嶇嘅山徑，準備攀登擔柴山。趁住大家仲喺度準備緊之際，我決定先出發，先拍片。計劃係跟住藍絲帶上山，紅絲帶落山。需要注意啊，絲帶唔一定好似我哋想象中出現咁頻繁。喺上山嘅路上，應該會不時看到馬鞍山同埋吐露港嘅美麗景色。嗰度應該係我哋嘅目的地，擔柴山山頂。雖然有一段距離，但係觀音像依然清晰可見。
好斜啊，都值得，個景好靚啊。而家好啲啦，我可以有手嚟自拍。呢度睇嚟係一個唔錯嘅觀景點喎，勉強可以睇到我哋上山嘅路徑。呢個位置可以清楚咁睇到上山嘅路徑喎。我哋望望周圍啊，到啦，擔柴山，點睇啊？又多兩位上到嚟啦，有啲朋友已經出發開始下山，睇睇我哋能唔能夠追得上去。兩邊嘅景色都好靚啊，可惜我只可以匆匆一望，因為幾乎睇唔到邊條係路，又多長草又多石。一個朋友走返轉頭，睇睇呢條路啱唔啱？好啦，紅絲帶，安心啲。
喺叢林裏揾路好唔容易嘅，真係一次難忘嘅經歷。我哋花咗3小時，走咗大約9公里，最高海拔達372米。希望你同我一樣享受呢一趟嘅山遊，祝你有愉快嘅一日。